今继续要来讲这个威力彩小连续共估41期咯，因暗要开奖的头彩奖金高达28亿，这是为103年以来彩金排名第3冠的一届。台中的北屯有一个里长，顶一期招500外的里民公家出钱，总共是43万类包牌，结果共估了。 这个是继续来加油，招到823个里民集资66万类包牌，希望在新也会当斗保庇，互因会当着头彩。祝你中头奖！一透早着民众来买威力彩，大家拢真想要发财。会捐一大部分出去。阁有里长拿现金来包牌。几台包牌啊？包牌。台中北屯区的里长集资包牌已经真有心得。第2区专包，第1区电脑顶，安尼是毋是做800？讲41期的威力彩头彩奖金有28亿，嘛是103年到今威力彩彩金的第3冠。顶下战绩到43万，结果就10万外块尔。结果那一个也是要凹下去了。823位的这个北屯的乡亲包牌啦，总共将近66万。里长伫顶一期找546位里民做伙集资落牌，毋过敢若着10万。这摆继续加码，4天内北屯区着823个人做伙集资，一个人800块，总共66万，要做伙来发财。前天晚上截止就是823人，刚好今天823的所以还蛮碰巧的。823个人包牌，拄好8月23开奖。里长讲希望这是在新夜的暗示。这摆嘛是里长第4摆招团来包牌，集资金额和人数一摆比一摆多，买起有够旺。上个礼拜开始人潮就蛮多的，差不多成长都2-3成。里长带头，希望头奖会使开伫台中市北屯区，和里民做伙变做亿万富翁。